韩市长，你这样做不就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？我是吃台湾米，拎台湾最大汉的，我才能够当选台湾省的省长。我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也是中国人。韩市长曾经签署过一份主张，叫做“无色觉醒”。这里说台湾人就是中国人，你愿意以开放的态度讨论未来两岸人民能接受的统一步骤与模式。韩市长，你这样做不就等于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吗？这样中华民国还能够万岁吗？如果台湾的未来要两岸人民都能够接受，而且是统一的模式，难道要由14亿的中国人来决定我们2300万人的未来吗？请问这是你的主张吗？是国民党的主张吧？谢谢，请宋楚瑜先生回答2分钟。谢谢蔡总统提出这个很重要的问题。事实上，这个问题啊，有2个字，一个叫路线，一个叫底线。两岸之所以目前分治，基本上是行的不同的路线。我们坚持的是自由民主的道路，我们遵守的是孙中山先生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路线。亲民党和我一向主张天大地大，人民最大，这个是路线。什么是两岸之间交往的底线？那就是我说，任何台湾现状的改变，都必须要得到台湾2300万人民以民主的方式来共同决定。我是吃台湾米，拎台湾最大汉的，我才能够当选台湾省的省长。我是台湾人，但是我也是中国人。事实上，这2个当中，在我们的宪法里面很明文的、很清楚的了解得到，两岸基本的历史上不可分。如果我们昧于今天历史，我们必须要诚实的来认识历史，更要务实的面对未来。我们要懂得跟对岸怎么样打交道，怎么样坚持台湾不会放弃自由民主价值的那一个立场。因此，两岸必须要有建设性的对话，而要有能力能够去了解对方，对方也要了解我们。所以，因此要双方彼此，我们要知己，而且还要知彼，而且还要异地的能够相互了解对方的底线和我们的底线，那就是我们怎么样和平来相处，避免直接的武装对立。谢谢。谢谢。